歡迎返到嚟我個頻道，我係 Queenie， 你嘅面部瑜伽教練。我會引導你完成呢個10分鐘嘅晨間冥想。準備好未？我哋而家正式開始。揾個舒服嘅姿勢坐低，又或者瞓喺一個你可以放鬆但又保持清醒嘅地方，輕輕合埋對眼，又或者望住前邊放鬆就得啦。深深吸一口氣，慢慢用個口呼氣，將所有壓力呼晒出去。俾自己完全嚟到呢一刻，喺呢一度活在當下。喺一刻，你而家慢慢留意住自己嘅呼吸，唔需要特別控制，只係觀察住自然嘅呼出、呼入，用鼻吸氣，感受你嘅身體慢慢擴張，用口呼氣，感覺所有緊張同壓力慢慢釋放。每一次吸氣，好似新鮮嘅能量進入你嘅身體；每一次呼氣，好似所有嘅壓力同疲倦都被帶走。如果你嘅思緒飄走，唔緊要，輕輕咁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上邊。而家我哋會由頭到腳慢慢掃描一下身體，注意你嘅額頭、眼睛、下巴，盡量去放鬆晒佢哋，然後放鬆膊頭、手臂同雙手。然後放鬆埋心口同腹部，感受住你嘅身體
被地面穩穩咁承托住。當下一次吸氣時，心入面默念：我喺呢度。呼氣時，輕輕念：我專注於此刻。繼續呼吸，將你嘅意識帶去今日即將開始嘅一日。想象自己用平靜、清晰、專注嘅狀態去迎接朝早。輕輕問下自己：我今日想帶住咩意念去生活？可能係耐性、感恩、專注、善良，又或者只係單純地珍惜呢一刻，活在當下。任由呢一個字或句子自然浮現，輕輕咁放喺心入面，好似一盞指明燈，引導你向光明嘅方向。而家想象喺你頭頂上邊有一處暖暖嘅光，每一次吸氣，呢道光慢慢流入你身體，充滿能量、平和同力量。感受住光由頭頂流到頸部，到心口，再一路擴散到手臂、雙腿，直到手指尖同腳趾尾。成個人被金光包圍住，感覺溫暖、清醒同有活力。呢道光喚醒你嘅身體，令你嘅頭腦清晰，內心平靜，帶住一般溫柔嘅力量，陪你走過今日。再深深吸幾口氣，吸氣時吸入全身嘅早晨能量，呼氣時釋放所有沉重同壓力。
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輕輕喐一喐手指同腳趾，慢慢張開雙眼，感受下自己而家嘅狀態，更加平靜，更加清晰，更加有能量。帶住你嘅意念同行，開始你美好嘅一日。Namaste。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冥想，就記住收睇我下一條片啦。我哋一齊繼續呢段靜心之旅。